好要教吗？哎，要教，它会吃油。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布丁姐姐，婚后洗手做羹汤，跟婆婆学做姜丝鸡腿，是客家菜姜丝炒大肠的独门自创版。我很喜欢吃这道菜，觉得好好吃哦。本来它其实是那个姜丝炒大肠的那个味道。用鸡腿取代不容易嚼烂的大肠，先煎到半熟，再切块，更省力。嫩姜先泡过水，去除呛味，更好入口。厨艺精湛的婆婆，像本内容丰富的参考书，陈英文也懂得多学多问。就把这个油来炒姜丝啊，就直接就不用再加其他油了。这个常常被说很小气，不是小气，是因为比较会运用食材。大把鱿鱼、猪腿肉拌炒，往锅里倒，可丝毫不小气。锅铲下这道客家小炒，也跟外面餐厅卖的不太一样。你要吃这种没有摆豆干的，只有到苗栗去吃。不花俏，却是料好实在。还有香菜蒸鱼，也是婆婆记忆中家人团聚时桌上必备的菜肴。每个人嫁出去或娶进来的，这2道菜就绝对会做的。鲈鱼上满满的香菜，鲜味扑鼻，这是陈英文原本最害怕的辛香料，连同姜丝和葱，以前碰都不想碰，现在被婆婆的手艺征服。从小食到大，留蛋客家味。从小吃到大，保留客家风味，从小吃到大，留蛋客家味。你们要学一下。从小吃到大，留蛋客家味。哎呀，学习能力挺快的。我还会一句，我姓好是我婆婆做的客家菜。婆婆我爱你。婆媳住在一起生活，饮食习惯相互适应。陈英文也在学习婆婆的拿手菜当中，体会为家人付出的心意。上课喽！从小吃到大，留蛋客家味。从小吃到大，留蛋客家味。